主啊，2024年7月30日，每日圣安宫读经，上赞感谢上主。圣经咱做来听读，历代志上卷10章第40到43节。特别派几若个利未人伫上主的约柜前服侍，来恳求、感谢、称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队长是亚萨，副队长是撒加利亚，阁有亚实、示米、拉米、亚哈、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亚利、弹琴弹瑟、亚萨、哈拔伴奏。这是比拿雅甲亚哈实伫上帝的约柜前照时分纳拔。迄日，特别第一遍指派亚萨甲伊的亲族感谢上主，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着夸耀伊的圣名，愿祈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不时祈求见伊的面。伊的仆人以色列的后代，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恁着少年伊奇妙的作为，少年伊的新约，甲伊所讲判断的话。伊是上主咱的上帝，伊的审判普及全地，着为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伊的应允直到万代，着为记得伊甲亚伯拉罕立的约，对以撒所立的誓。伊将这个约互雅各做规例，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伊讲：我要将迦南地赐互你，做你应得的产业。当时因的人口有限，人数真少，因伫遐做出外人。因对即族行到迄族，对即国到迄国。伊无用阮人压迫因，为着因的缘故，伊谴责遐个君王。伊讲：毋通磕着我竞选的仆人，嘛毋通欺负我的先知。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毋过上主创造这个天，尊贵甲威严包围伊，权能甲喜乐充满伊的所在。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权能归互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着带祭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着伫伊面前行行皮皮喘，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着对万国宣布上主作王。海甲迄内面的活物拢着出大声，田园甲其中所有拢着快乐。迄时，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上主面前欢喜唱歌，
因为伊要来审判普天下。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着讲拯救阮的上帝啊，求你拯救阮，助一阮，救阮脱离列国，互阮通感谢你的圣名，用称赞你做阮上大的欢喜。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永远到永远。全体人民拢讲阿们，搁称赞上主。大必老亚撒甲伊的亲族，伫上主的约柜前，照逐日应该做的工作，继续伫约柜前服侍。搁留俄别以东甲伊的亲族68人，以及亚杜顿的囝俄别以东甲何撒做约柜的守卫。搁留祭司撒督甲伊的亲族正祭司，伫基遍山头坛上主的会幕前，逐日早暗伫祭坛顶献烧法祭予上主，拢照上主命令以色列人的律法所有的记载。搁有希班、亚杜顿甲其他受选、名有登录的人，甲因做伙称赞上主，因为伊的慈爱永远存续。希班、亚杜顿甲因做伙用喇叭、钹甲俄罗上帝的乐器称赞上主。亚杜顿的后代做守卫。后来，全体人民就倒去因兜，大必嘛倒去，甲伊的家族祝福。上赞感谢上主，大必将上主的约柜安放伫有边的布边内面，然后向上主献烧法祭和平安祭。伊阁指派一寡利未人伫约柜前领导人民唱歌，上赞敬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个诗班的制度一直持续。甚至伫波斯皇帝塞勒斯下诏，予以色列人民通对受领之地倒转去故乡重建，也通按照大必王时代传落来的规矩学了上帝。经文中这首赞美诗是用唱歌的方式上赞伫以色列重大历史事件中上主的拯救。历来自作者甲上主对以色列的救恩史摆放伫倒转去故土的人民面前，互因伫百岁太子的困境中回想过去上主的救恩，互因的心智得到坚固。搁体验到因渴望的复兴，得要搁再实现。真侪倒转去的人民，拢感受到因的族群人数稀少，容易受到攻击。这伫因受到声唱的时，大大受阻力、受迫停工，还着会若修建、会若守话，就通深刻体会到。虽然安尼，作者极力指出，以色列这个族群是上帝的人民，也着爱受伊的保护，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作者借着上赞，几乎转去故土的人民。伫咧享受上主恩典的时，也着委身伫敬拜服侍。基督徒聚会中常常吟唱诗歌，内容大半是颂赞和祈求。我个人的领受是，透过旋律
诗词来上赞上帝时，会当和作者同感信仰的聆听，信仰受激发火热起来。伫上赞上主的时，愈感动就愈会感谢伊，愈感谢也就愈感觉甘甜。伫上赞中，愈会因为上帝所施托奇妙恩典受感动，就愈会当持续对伊献上满满的欢乐，满足伫上帝恩典的赏赐和恩待。伫人生经历中，我体验到上帝奇妙、充满恩典的带领。每上赞了后，拢会重新点倒，要搁较努力、尽心尽力服侍，分享上帝恩典的心志，来回应伊踮我生命中奇妙的带领甲丰盛的恩典。若个人上赞，每日暗时10点是阮家庭的祈祷时间。厝内的人会暂时放下手边的事务，自己伫客厅。伫这分别为圣的时刻，每人简短分享当日的生活、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的互动等等。基本上，阮会为着即日一切上赞上帝。虽然毋是每一件代志拢称心如意，但是阮坚心相信，上帝确实一路引带，接线阮会提出明仔日的行程，彼此代祷，最后轮流奉上帝名彼此祝福。当阮彼此祝福的时，是伫宣告，阮坚信伫过去的年日，上帝对阮家族的恩待，也确信明仔日的脚步，上帝引带每一个厝内的人。我相信每一日生命真实的体验，就愈会成一首似诗一般的见证。伫彼此的分享中间，充满感恩。我要时常上赞上帝的作为和伊的荣耀。默想，诗班的服侍，帮赞人亲近上帝，透过旋律意境、歌词讲述来感恩祈求，这是上帝赏赐的恩赐。你当回报上赞上帝，搁互同信的兄弟姊妹得到益处。诗班的服侍帮赞人亲近上帝，透过旋律意境、歌词讲述来感恩祈求，这是上帝赏赐的恩赐。你当回报上赞上帝，搁互同信的兄弟姊妹得到益处。咱来祈祷，上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要为着生活中的大细项事上赞感谢你，伫人生的每一个时刻纪念你的救恩。奉主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